大家好，我係阿陶。今日想傾下咧，就係有關於港幣聯繫匯率脱歐嘅問題。其實港幣咧，以前咧，由於香港係英國嘅殖民地咧，以前一路同英鎊咧就掛鈎嘅，16蚊港幣對一英鎊。咁後來咧，英鎊咧就因為弱勢一路都成日就貶值。咁香港就唔再同英鎊掛鈎啦，就自己自動浮動。咁但係到咗1983年咧，中英會談嘅時候咧，港幣就受到好大壓力，就貶值得好犀利嘅。曾經由6個幾銀錢港幣對1美金咧，就跌到9個幾對1美金嘅，大家都好驚嘅。咁嗰時候咧，港幣咧就謀求同美元咧就掛鈎固定匯率。咁但係當時美金俾我哋嘅條件係好苛刻嘅，咁要我哋咧，我哋當時有21,000億港幣。要我哋全部啲港幣都要買呢個負債證明書，先至可以同美金掛鈎。咁你有21,000億咧，呢個港幣咧就要有21,000億相當價值嘅美金買呢個負債證明書。咁買呢啲負債證明書咧就唔使俾咗錢美國嘅，就但係咧呢啲錢咧要擺喺香港嘅儲備裏邊，好透明。隨時車得到嘅數，喺咁嘅情況之下咧，就準你同美元掛鈎。咁其實咧，香港以呢個咁雄厚嗰個儲備嚟講咧，我哋齊晒21,000億嘅儲備嚟講咧，我哋唔止係去美金掛鈎可以，去全世界嘅各個貨幣都可以掛鈎嘅，就唔需要淨係求美國嘅。但係當時由於美國係世界貨幣，咁同美元掛鈎係對香港有利嘅，咁我哋都照做啦咁樣。咁講完港幣嗰個實力咧，背景咧就講下美元啦。美元佢係1947年咧，美國喺布林頓森林協議之後咧，講定咗美元咧就係美金嚟嘅，就一安士黃金咧就對35蚊美元，咁咧就令到美元咧就叫做美金可以俾全世界去使。咁但係由於咧美國佬咧洗腳唔抹腳嘅，咁又搞埋呢個越戰啊咁咧，後來咧黃金就唔夠啦，佢印得多過美元太多啦，濫印咗太多啦，就美元唔能夠掛鈎啦，唔能夠掛鈎咧就係8月15號咧，71年8月15號脱歐咧，71年嘅11月咧已經美元升咗1倍啦，咁即係唔會話講美元跌咗一半嘅，嗰啲黃金升咗1倍啫，不過都差唔多噶啦。咁佢驚啦，咁又基辛格咧就去訪問呢個中東，同中東嘅產油國咧達成協議，等美國同呢啲產油國咧成為盟友。咁就係個條件咧，就係佢哋以後買賣石油咧都要用美元結算，換取呢個盟友嘅關係。咁佢成為美國人嘅盟友咯，以色列實唔會打你啦，佢哋咪唔使驚咯。咁咧用呢個美元同埋石油交易掛鈎咧，美元咧就維持咗個短時間嗰個平衡嘅。咁但係由於美國人咧使慣食慣啦，咁樣淨係呢一樣嘢都唔夠嘅，咁啊發明咗呢個叫美債啦、國債啦。咁佢每印多一個美元咧，1蚊美元咧就要發行1蚊嘅國債。咁但係美元咧就佢有一個叫美元潮汐咧。即係加減息咧嚟到割韭菜嘅，維持住佢嗰個大開銷嘅，佢大家大戶好大使嘅。咁但係呢一樣嘢都唔夠啦，雖然已經割到啲國家傷晒啦，但係都唔夠啦。而家已經積啦，累到36億美元嘅國債，佢還利息都死啊！咁而家佢又諗下個方法就係話，又搞而家嗰啲稅收啦，對等關稅啦。跟住可能仲會有一樣嘢喎，就係話唔再用國債嚟到balance佢嗰個濫發美元喎，而係用可靠貨幣喎。所謂可靠貨幣就係黃金同埋比特幣喎。堂堂世界貨幣搞到用比特幣嚟到支持佢嘅幣值，都幾得人驚㗎。咁其實如果長遠嚟講咧，到佢用到比特幣嚟到支撐個美元嘅時候咧，我哋都要考慮下，我哋港元仲受唔受佢玩，用佢做聯繫匯率嘅。
咁但係目前嚟講，我哋都仲係需要佢嘅。咁至於話你話有啲人講，美國佬你得罪咗佢，佢害你香港，佢唔俾你乜嘢，咁點樣先害到你咧？一佢唔俾叫 Steve 唔好受你玩 ，Steve 有10個國家話事嘅，其中一個就美國，有9個歐洲國家。今次中國話一聲，我哋管制呢個稀土 ，Steve 其他9個國家一聲都未出過啊！淨係話我心諗呢件事唔關我乜嘅事啫，係你美國佬嘅事啫嘛。最好我哋唔好出聲，掂都唔掂。咁你諗下，佢喺呢件事都唔敢出聲，仲邊個敢聽你美國佬話害香港，去得罪中國？咁另外一個問題，一個方式咧就係我哋香港人個個都係黃絲嚟嘅，要晒港幣，唔要港幣買晒美金，要晒美金轉晒美金，然後一齊擠提整冧香港。呢個又冇可能發生嘅事，所以話我哋有啲人關心話港幣會同聯繫匯率脫鈎，呢個係偽命題嚟嘅。目前嚟講唔需要擔心。咁各位聽我講完嘢咧，或者我希望你支持下我，撳一撳個 like 同埋訂閱啦，多謝晒。